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在周末美伊局势这个消息面影响下，走的还是不错的。周末截止到今天上午，美伊的局势给人感觉似乎在降温，因为第二轮谈判就在眼前。受此消息影响全球资本市场都是偏暖。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 0.76%， 深成指涨 0.55%， 创业板指数微跌 0.02%。 创业板指数由于它最近好像涨了不少，创了新高，所以说它回调也很正常。最主要的是成交额 2.6万亿，这个量价配合似乎还可以，比上一个交易日多了1500亿。今天是3424家上涨，1898家下跌，涨多跌少。总体上对金融消费者来说算是长吁一口气。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伊朗这个局势没有解决之前，都是特朗普行情，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走势还是跟特朗普的一言一行密切相关。既然这样，大家就要注意风险，也就是说明后天最后停火期限就要到期，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到底能谈出什么结果？上一轮谈判谈完了，特朗普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伊朗。那这次谈判完又会采取什么行动？所以说这个风险还是就随时会到来，不排除出现什么白点长阴，就在这几个交易日。当然了，如果谈好了，伊朗滑跪，跪得很彻底，那也可能是白点长阳。总之对小散户来说就是个赌。我们看看媒体报道，他说外资机构正以真金白银布局 A 股，这个意思就是说，那外资机构以前都是靠嘴唱多 A 股，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真金白银布局 A 股。这个是中国证券报报道的。他说从目前已披露的数据来看，万德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多只 A 股的前10大流通股东中新进了出现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摩根大通等国际知名券商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券商持仓既可能来自自营投资，也可能是代客资金。从持仓市值来看，摩根士丹利新进持有中继续创 649.49 万股，持仓市值达到了37亿元。新进的有东方雨虹2072万股，持仓市值 3.17 亿元。高盛新进布局沃华医药、利源信息、优彩资源等个股。瑞银新进持有康强电子、川润股份、无线传媒。摩根大通则出现在方正电机、川润股份、宏和科技等多只个股的前10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实际上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第一个，他现在能披露的万德，他都是截止到3月底，那现在他有没有他公布出来的，现在他有没有出去谁也不知道不能简简单单的跟着外资后面去买。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表示，他说中国股票到年底仍有 5% 至 10% 的上行空间，主要有以下几个积极因素支撑：电商竞争有望缓解，指数再平衡可能为港股带来增量资金流入，同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持续增强，将提供持久支撑。摩根士丹利维持恒生指数年末目标是 27,500 点，民盛中国指数年末是90点的指标判断。不过这个摩根士丹利同时也提醒，市场短期内波动性仍然较高。他认为鉴于一季度财报季、IPO 解禁以及中东局势持续演变，5月至7月市场可能保持震荡格局。从配置方向上看，表示继续看好 A 股市场，原因在于 A 股对结构性增长主题敞口更强， IPO 管线更为丰富，中国资产正越来越多的被视为避险资产。谨慎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月婷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中国股市跌幅明显小于全球其他主要市场，人民币汇率
和中国国债收益率保持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股债相关性在2年首次转为正相关走势，这反映出具有避险属性的资本正在流入。这个摩根士丹利认为，到年底还有5%到10%的涨幅，那这个有什么吸引力呢？5%到10%对金融消费者来说吸引力不大，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指数涨5%到10%完全有可能。我在去年就说了，2026年指数比2025年涨5%，正好跟 GDP 一样，这个不算犯错误，也不算冒进，也不算拖后腿。而指数是已经被高度控盘，拉一拉银行股，拉一拉中字头的，到时候给你整到涨了5%就够了。涨得太高容易出事，跌也容易出事。涨5%，对吧？跟 GDP 完全匹配，谁也说不了什么。但是指数涨5%、10%，跟散户赚钱那是两码事。散户人均要贡献5%到10%。我们再看财联社报道说，4月17日，证监会发布年度执法综述，全年查办操纵市场获利超亿元案件19起，操纵这个市场、操纵股市获利超过1个亿的这样的案子，去年是19起，这是割了多少韭菜？典型处罚包括于某通过控制账户对倒交易被罚没10亿余元，罚10个亿。这于某是谁呢？不知道。彭某某利用程序化工具虚假申报被罚没4亿元，何某某封涨停式操纵被罚没2.84亿元。监管部门强调将持续严打恶性操纵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这个大概是那些什么牛散、各大证券营业部、什么龙虎榜，要不然怎么动不动罚10个亿呢？罚最少的是2.48亿。这些所谓的牛散下场就是什么？违法所得上缴。但是我在想，就是证监会他通报的是查了19起，罚没这么多钱，有罚10个亿的，有罚4个亿的。这个让我觉得这些被罚的人没有倾家荡产，他还能交得起这10个亿，还能交得起4个亿，说明什么？说明罚的还不够，他赚的钱不止10个亿啊，要不然怎么能轻松的就拿10个亿罚给你呢？按理来说，你这个牛散一旦被查到了，一罚他恐怕就倾家荡产了，那就对了，破产了。结果你看10个亿还能交了，这就说明多多少少是吧？感觉到是有点罚酒3杯的意思。咱们举个例子，好比这个牛散他赚了15个亿，你罚他10个亿，那我还赚5个亿，我还是割了5个亿的韭菜，我还是赚了，那总比送外卖强啊，比开网约车摆地摊强多了吧？所以那你这么罚，那不就是鼓励他接着干呗？到时候赚了钱，大家2-1天作5是吧？我拿7，你拿3，是不是这个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年年罚，月月罚，一年比一年罚得多，但是越罚这些违法犯罪越多，根本原因。那也就是说，你看年年罚，现在叫什么斩牙带刺？怎么美国人家一罚就没了，市场上没这么多事，咱们这越罚越多，年年都罚不干净。我觉得问题就在这儿。如果人年年罚，天天罚这么多，去年19起上亿元的案子就19起，那你说几百万的那就多如牛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为什么罚了还有？那你说你25年罚了这么多，26年是不是就没有了？是不是那这些人就不敢这么干了？说到底就是罚酒3杯，这些违法犯罪的人成本太低，人家罚了还能赚钱。你比如说有媒体报道，徐翔，大家都知道吧？徐翔被罚没110亿，这个是公开资料可以查的。但是徐翔罚没110亿以后，徐翔身家还有100多亿，那你说他那100亿从哪儿挣的？还不是资本市场割来的吗？都是坐庄割韭菜，本质上是带血的筹码。所以咱们监管这所谓的天价罚单，虽然看上去挺厉害，但是对那些天价的带血筹码来说还不足以震慑，违法成本还是低于暴利，这就鼓励他们。如果他违法犯罪所得只有10个亿，你罚他30亿，你看他还敢干吗？只要一罚倾家荡产，实际上这就是变相鼓励坐牢一阵子，富贵几代人。我就违法犯罪一次赚他20亿，最后一罚10亿，那我还剩10亿，
那也够这个几代人挥霍，是不是啊？这就是劝大家不要参与这个市场的原因。你玩不过他们，人家都在设局，就等着你来，你是真正的消费者。这么多人在这里设局。当然了，从央行这个数据来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这一季度咱们介绍过，央行数据显示咱们一季度这个存款快速增长，又多了17万亿，说明什么？虽然指数牛市搞了1年多2年，韭菜还是不愿意入场，该存钱还是存钱。你的牛市也现在越来越多的韭菜已经看明白了，这个市场不是我能玩的，也坚决不进。也就是不存在所谓的存款搬家，存款只会越来越多，没有搬家。你搞你的牛市，你指数天天涨，反正这个韭菜不想上当，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说明现在牛马已经学乖了。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金老师，我前几天还说为什么天天聊胡一金老师，还有小可爱老是问为什么聊胡一金老师。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就叫胡锡进，中东战争打得美国威信扫地，中国则不怒自威。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聊胡锡进，因为胡锡进在海外很有影响力，很多海外媒体通过观察研究胡锡进来了解中国，所以聊胡锡进不是跟胡锡进个人有什么恩怨，就像我以前聊的恒大一样的，总有小可爱问是不是跟徐老板有什么过节，就是这种小可爱的这种脑子好像被门挤过了一样的。我聊恒大跟徐老板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认识徐老板，徐老板也没害过我，我也没买过恒大的房子和理财，只是聊这种现象。聊胡锡进也一样，跟胡锡进没有任何什么个人恩怨，咱们也从来不辱骂胡锡进老师，仅仅是因为胡锡进老师这个影响力大，粉丝多，他的观点会影响很多人，甚至影响海外媒体。这个联合早报怎么说的？他说，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社媒发文称，就是在微博，中国是中东战争中少有的有得有失的国家。他提到，石油短缺凸显中国新能源的优势，而且战争打出了美国战略上的威信扫地，中国则不怒自威。有胡锡进老师在，你就不用担心外国人不会曲解咱们中国人，也以为中国人都跟胡锡进这样的，这就是典型的赢麻了。现在由赢麻了上升为未赢先麻，这还没赢呢已经麻了，这就是胡锡进老师在自我升级。以前叫赢麻了，又赢了，中或赢。所有的结论，胡锡进老师最后的结论就是中或赢麻了，而现在升级到未赢先麻，反正实际上哪儿出点事，咱们先麻一会儿。先高潮一会儿，中国不怒自威，你说从哪儿扯起呢啊？胡锡进星期天4月19号在个人微博发文称，油价比战争前贵多了，中国陪着买单的人不少，许多亚洲国家加油站排长队搞配给，减少航班，中国不至于，但损失也是有的。胡锡进续指，但是中国的新能源出口也暴增，比如锂电池和电动汽车的出口，一季度同比分别暴增 50.4% 和 77.5%， 中国新能源技术几乎独步全球。这是中国认真履行双碳承诺长期努力的结果。石油突然短缺，就像是专门为中国新能源技术搞了个大推广。他说，中国可没想发战争财，但战争带来的能源短缺却证明了中国的远见，这也是好人好报的显现。再一次赢麻了，这叫麻了。我想起了这个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是吧？拐了，现在改成麻了，你知道吧？他也提到，这场战争对美国的霸权造成打击，美国力量的局限性也通过这场战争暴露无遗，美国的战略威慑力被捅了个大窟窿，北约也因这场战争遭到根本性削弱，西方内部大乱，而中国一直劝和促谈，希望推动交战双方政治解决分歧，华盛顿非要耍威风，结果他打出美国战略上的威信扫地，却给中国雄厚实力做了个大宣传，中国更显不怒自威。再麻一次，胡锡进说，中国在伊朗有投资，我们当然希望
战争早些结束，但如果拖拖拉拉也没关系。看看日韩、印度、欧洲那些纯损失的国家，中国有得有失，彰显了我们独特韧性。没有这场战争，还看不出来中国独立于海运的世界第一大电网是多么卓越，中国综合韧性是多么强大。所以说怎么都没关系，中国的战略稳健足以应万变啊！再一次麻了。胡锡进老师这最好改个名字，不能叫胡雕盘了，应该叫胡麻了。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对胡锡进老师的一个报道，他这个微博是昨天下午大概4点多发的，说老胡今天刚又给汽车加了1箱油，比战争前贵多了。中国陪着买单的人不少，就是胡锡进老师加油的时候加了1箱油，这钱比以前多了。但是一想，还有那么多国家加油还排队，日本、韩国涨得更多，所以他就不觉得自己这个有什么不妥了。这个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你看到别的国家油价涨得更多，那所以他反而就又麻了，又赢一回。实际上胡锡进老师他连发了好几个关于伊朗的帖子。他先说特朗普刚才发帖了，他是用威胁伊朗的口气写的，但这个帖子当中最关键的信息是，我的代表们将前往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他们将于明晚抵达进行谈判。美伊2周停火将在美国时间周2结束，周1必须有所作为，或者走向谈判，或者准备新的战斗。胡锡进老师说，特朗普的帖子口气虽硬，但是伊朗周6、周日在感觉受骗之后发怒的表态和行动更硬。伊朗收回了包括开放海峡在内全部缓和姿态，重新拉满了对抗。伊朗进入了新一轮意志较量。他说，但是美国飞机载着人员降落伊斯兰堡，表明将在停火结束前的最后时刻谈判。而要谈判，伊朗得有所后退，美方肯定也得有所后退。一旦谈判失败，战端重启，肯定不光是伊朗受难，特朗普也是非常承受不起的。胡锡进老师一贯呢就是特朗普打不起，特朗普要逃跑。后面胡锡进老师又发了一个帖子，说太戏剧性了，美伊不仅当地时间周2将在伊斯兰堡谈判，而且特朗普去签字也不是没可能。这是 CNN 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的。CNN 的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团长还是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伊朗方面预计周3将举行象征性的联合声明，宣布延长停火协议。更关键的是后面说，消息人士补充说，如果一切顺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访问伊斯兰堡，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也将前往，届时将举行2国总统联席会议，签署联合伊斯兰堡宣言。特朗普之前倒是说过，如果达成协议，他愿前往伊斯兰堡签字。但是在经过这个激烈的周末之后，特朗普出现在伊斯兰堡已经显得很渺茫。但是突然间这个信息又被拉回到消息面上，究竟会不会一切顺利呢？咱们大家拭目以待。胡锡进老师充满了期待。他说，但是有一点，如果有什么大好事，特朗普往往很愿意出席，把他的名字和形象烙印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他在写完这些之后，这个人在祈祷，他在许愿，许完愿之后，后面就写了赢麻了，再一次赢麻了。这个说什么油价涨了，大国早有布局，一切尽在掌握，大国的战略稳健足以应万变。胡锡进老师总之这一回没有叼屎盆子回来，是再一次宣布赢麻了。但是胡锡进老师动不动就是人家美国和伊朗打仗，大国赢麻了，这不给人感觉好像是大国希望接着打吧，是这意思。那大国劝和促谈那都是假心假意的，因为你大国早有布局，不变应万变，赢麻了，那其他地方都惨了，对吧？日本、韩国都受这个影响，那都烂下去了。美国更是，美国都输不起，特朗普承受不起。那照这么说，那应该是希望接着打呀。不知道胡锡进老师这个说法跟官方口径是不是一致？如果一致，那咱也说不了什么；如果不一致，那就胡锡进老师又叼了个屎盆子回来了，叼了一个本来主人让他叼盘，结果他盘没叼了个屎盆子回来，给主人确认是不是这玩意儿。
这胡锡进老师他对伊朗国内那种分裂只字不提，他把这一切都认为是特朗普害怕，特朗普急于谈判，特朗普好不起了。就到现在我做节目的时候，伊朗那边这个信息还是矛盾的。伊朗外交委员会那个叫什么阿齐兹的宣布要派代表团去巴基斯坦参加这个第2轮会谈，但是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伊朗没有准备去巴基斯坦参加会谈。也就是到现在双方还在斗争，就伊朗内部的斗争，这不是特朗普言而无信，只能说美国以色列开战之初就把哈梅内伊送走了，导致伊朗这50多天叫群龙无首，谁也不服谁，谁也约束不了谁。伊朗的强硬派革命卫队觉得自己还可以拿脑袋再接一接炸弹，看看是美帝的炸弹硬还是卫队的脑袋硬，对吧？这个不是开玩笑，有人不专门拿脑袋试美帝的电梯吗？这个卫队就是拿脑袋试美帝的这个导弹，是你的导弹多还是他的脑袋多？胡锡进老师认为这美帝的导弹不够了吗？炸弹也不够了，还是卫队的脑袋铁头赢了？这不就这意思吗？一个逻辑。但是伊朗的改革派温和派觉得不能再打了，再炸伊朗就没了，赶紧签协议停战重建过日子。胡锡进一开场就把大多数国家定性为纯输，你不知道怎么判断呢？反正别人都是输，唯独中国有得有失。别人在排队哭，我们只是加油多花点钱而已。你看看，所以胡锡进老师还是没有脱离他的框架，就他那个框架就是任何国际新闻都必须塞进西方衰落、中国崛起、战略稳健的，最后是赢麻了的这么一个框架和剧本。结尾必须是这个，中心思想必须是油价上涨是坏事，但是对中国人来说那叫好人好报。美国打仗是失败的，但是给中国做了宣传。战争的拖延是坏事，但是正好彰显咱们国家电网的优越性。胡锡进老师更像是在给盘们们做心理按摩、心理建设。油价涨了不要怕，物价涨了也不要怕。你看看美国更惨，世界一片大乱，唯独我们这儿叫一枝独秀，这不就是给盘们们在做心理建设吗？按摩啊，精神胜利法。胡锡进老师努力的想证明自己每个月退休金2-3万，那是对得起的，没有白拿。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